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确实咧叫伊当中啊，迄山脉道路哦会经过因兜门口口，所以讲哦，这土地哦一定海投资啊。当，外就我先落啊。我有生意进到。当，这当你啊当啊！是啥物人叫你去甲保当收保啊？这款三流的旧部所，你还阁甲我摕出来啊？吼！你们民主党互你写了了。当然咱较早嘛是拢安尼啊，我照规矩来啊。你敢知影我拄好计划要甲保当因老爸博一个交情，要买因兜迄块果子园，好我来炒一下地皮。你竟然敢甲我走去卡入保当啊？是的啦，我就是唔知影这个代志。若早知影这个代志吼，我就袂去得罪着保当啊啦。好啊，你甲我抬起来，生意莫失角差，若失角差哦，你着甲我较注意的。上来。喂，心党，嘿嘿，哦，迄块地代志哦，无问题啦。我会甲你用甲好势好势，嘿，对啦，这个农地哦，我马上会甲变更做工业用地，嘿，等我的好消息，好，再见。科长，我听讲你是高考及格才来这上任，你真会读书，我嘛希望我有一天会当甲你同款。阿英啊，万事吼拢是咧靠家己啦。你目前虽然只是一个工友，也毋过你还少年啊。我相信吼，你若肯认真吼，有一天吼，你会甲我同款啦。敢真诶？我敢袂应你？当然嘛是真实的，因为我较早嘛是甲你同款啊，拢总无背景啊，拢靠我家己吼，安尼一点一滴啊，慢慢啊读出来。所以讲，只要你若肯努力啊，肯认真啊，有一天啊，你一定会成功的啦。多谢科长，安尼我以后。叶科长啊，歹势，你无用。科长啊，哦，你实在是咱乡公所的新的楷模啦。你甲看卖，你一来哦，咱这建设区哦，完全都拢无共款啦。哪有啦，杜先生啊，你太客气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莫叫我杜先生啦，叫我大贵啊就好，安尼较亲切啦。迄个阿英啊，来麻烦一下，把咱这个杜先生泡一下茶咧。是。科长啊，我听讲哦，火车头东边迄块地哦，准备要规划啦。啊，这是毋是农地要变成做工业用地啊？是有伫咧规划啦，也毋过吼，到目前为止啊，也毋知影当时才会当变更咧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一个朋友新党的哦，伊要伫迄个所在起一间大间工厂，
也毋过有一小部分哦，你读着农业用地啦，所以这建设哦，一直拢无法度通摕着。好着，你看这个代志，这件代志恐惊无遐尼紧哦，你有朋友啊，可能还阁等一段时间啦。先生用地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其实科长，你这边也是放较软一点嘛。迄间工厂嘛是照常会当起啊。我的朋友啊，要起这间工厂，嘛是主要的目的，嘛是为着要互咱这个所在繁荣起来，互大家拢有头路通食。搁再讲啦，这块地早晚嘛是着爱变更，敢毋是？科长，我是希望讲你会当互我这个面子，互这间工厂较早起来食粉啦。这件代志吼，一定要照规矩来啦。科长啊，可是这个案件，你若是我同人斗相共哦，我迄个朋友心胆哦，一定会失你的礼啦。真实的，杜先生，这件代志吼，我无法度我甲你斗相共。无啦。看你真这个唔捌啦，个人个啊，看你真像，哪个安尼？我真烦恼，我请你看电影好无？出名不惧，这台语唔就讲知影就好，这。对啊，什么叫做出名不惧啦？我要哪会知？唔知，那先知影就好。你无看这工综艺啊？你莫甲我烦好唔啦？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这个明明有人咧撩你啊！我吼一定要替你查清楚。你是咧看啥？出名不惧是啥啊？你若唔敢甲看，目睭天落大蕊，看我。少年我叫天来啊啦。我知影你的名叫做天来啊啦。恁老爸当市长，叫你少年党安尼就对啊。你有看到恁老爸无？我唔知影啦。办公室的人叫我来找你啊。我讲你问妹妹好无？我就是找恁小妹找无，唔知来找你。是讲嘛真奇怪的。你好好的少爷唔做，偏偏咱要走来遮做工啊。少年党，恁老爸已经新工厂哦，念的就要起啊。到时阵哦，你就要去看迄间新工厂。是讲安尼也是好啦，对基层的做起哦，以后这新工厂也较好管理。啊，无你无用啦，我来办公室等恁爸爸吼。你听我解释啦，我吼唔是讲故意要隐瞒我的身份啦，我只是讲要熟悉一寡员工，了解员工的想法。你免得甲我解释，而且我嘛无想要知影。你哦，你伤气啊哟！你莫伤气啦，我只不过我是工厂的小头家，
无甲你讲例外，其他我拢是真心话咧。我是心心诚意要交你这个朋友。天来，你做你的头家，我做我的员工，我也袂因为讲你是头家的囝，特别对你较好。而且，我自细汉就有一个真好的男朋友。你哦，那呢，咱两个。其实咧，咱两个永远都无可能在。哎，啊你又甲我姐啊，啰啰嗦嗦些创啥啦？那我啊，我知啦，你就是迄个送物件哦，无啥名迄个对无？莫来这套啦，假秘书。哎，小等下，天来，你唔通想讲哦，你是这间工厂的头家仔囝，伫我背后就会当撩阮姐啊啦。我甲你讲，阮姐啊早就有男朋友啦，我即摆哦是要替阮顺昌遐照顾你知影？你哦永远个无机会啊啦。哎呀，袂记，我嘛有权利通约伊啊。那安尼哦就歹势啊啦，你家己哦目屎七七的，哈，你啊，等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迄个认罪迄个人根本就是人头嘛，啊若无不用，哪有可能无做释放？武勇啊，伊罪证不足，所以咱有爱放人。你哪会安尼生气啊？我明明伫个钓虾场车着笑，要哪用讲罪证不足？武勇啊，伊也毋是虾场的头家啊，搁再讲，迄唱嘛毋是伊的啊。敢讲有办法的人，就会当叫人替伊食做甚？顺忠啊，你较冷静一下。咱有饭会当黑白食，但是话袂使黑白讲。你安尼肯定，有当时会害真侪人啊。我看，你可能当初伤过忝，你也是好好放假，休困一下。休什么假？有代志就休困。我罗顺忠毋是迄种人啊。顺忠啊，假总是爱休，搁再讲，这话轮到你啊。这是我的意见，你家己好好考虑的。请问，我知影你时常去保同的店家抢好保护位，你后摆上好是安尼？啊若无，我绝对送你去食免钱饭。哎呦，管区的啊，你伫咧威胁我咯？哦，我足惊的呢。干，你也无证无据，你凭啥讲我去保同啊强悍？做警察莫啊臭屁啦！警察什么摇摆？对对对，到底啥摇摆？莫以为我唔知影恁做一寡违法的代志，若去互我掠着证据，我共款依法严办，包括恁幕后的大头家。你若有才调，找到证据，再来抓我啊！来抓！来抓！我会，甲恁头家讲，莫叫是有钱就会当使鬼下无。我罗顺昌无咧信你这套。你真够怪呢，啊，定定要找阮的麻烦呢。你啥先创啥？哦，都是有钱了就来做骗客哦。警队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莫吵。恁三个人哪会当对警察这种态度咧？哦，我都是你外有才调咧，原来就是拢过气啦。你很小怕啦！等等，错啊小，恁遮有够白目啊！警察大件是保护咱百姓安全的呢，就算礼貌都无。歹势啊，少年人比较较冲动啊，然后过去的所在多多海涵吼，安尼啦，来食烧酒会好啊开讲的。免，莫受气啦，对无？大家误会啊！无啥物误会。假使你若要继续安尼为非三做，我一定会掠着证据。警队，咱见。水兄，对遮你有受伤无？有样见啊无？无啦，警队，拄好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搁遐尔啊勇敢冲过来救我，真危险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我哪有管遐尼济？迄救你较要紧啊！
我是警察，我也要保护我家己。你安尼冲过来，万一若受伤要安怎？人是关心你，你搁安尼讲啦？我是惊你受伤啊。社会上总是有一寡歹人，我为着要处地因，总是有一寡压力。我的主管阁安慰我，叫我一定要休假。人啊，毋是假去，工作嘛是爱休困啊。啊，对啦，阮爸爸有一间别庄，啊无你规去去遐佚佗几工啊？多谢你的好意，唔免了，来上车。我来走。讲你是插头哦，就是插头啦。无啊，不同啊，阿妈，哪拢无人客啦？啊？来，坐。啊，你是无派人客来哦？你目睭青面哦？哎呦，人坐啦。无同啦，啊，咱是家己的人呢，啊，阮两个哪有算人客啦？恁今日是我第一摊人客啦。啊，生理是遐歹咯。大拢有遐佚佗囡仔来恁闹，咱生理要哪会好啦？啊，我毋是叫顺昌讲叫两个人啊徛喺店口的，敢有人敢过来乱用？煞去啦，啊，要靠别人不如靠家己啦。啊，若唔来就准你煞啦。哎呦，讲到这顺昌这囡仔，家己的人也袂晓斗相共啦。啊，收煮啊，烧鱼啊，家己的囡仔叫袂叮当。无同，无我看安尼啦，咱店过去收起来，莫搁做啊啦。袂用急啦，啊，咱本钱拢下落啊，啊，即摆若收起来，啊，拄啊连本带利拢无去。我想吼，阿妈，咱开甲矿台经营，要做就做较大咧。唔爱，哟，万一若无趁钱咧喏。袂啦，我感觉吼，咱这店面吼，有需要搁顶再装潢一下，真安尼无够气派啦。啊，而且吼，这是我头一摆做生意呢，迄毋是外头毋知偌济人咧看我的笑话咧，我一定要做落去。啊，无以后我伫遐摆面头前吼，我头壳嘛压袂起来。好，有志气，阿嬷支持你，阿嬷支持你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店甲扩大吼，啊，搁顶装潢，爱开偌济钱咧了，啊，咱即马感觉搁较济钱哈。无喏，这关系着咱国家的民主，你知无？啊，那嘛是关系着咱保同的前途啊。难不然吼，我就卖一寡果子园，摕现金互你周转啦。嘿，阿母啊，到你安尼做，啊，阮知伊敢会答应？啊，无伊开价来讲我用先生啦，啊，我即摆要做正经头路啊，啊，伊若唔答应，啊，为时爱我做啥物会才会满意啊？不要紧，阿嬷吼注意就好哈。阿妈，我就知影你上爱听我的，有你哦，我就有靠啊啦。时间错误是天缘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啊，咱过去虽然熟悉，但过无啥伫咧来往。啊，你今仔送这个礼来是有啥物代志？来，食薰啦。代志是安尼啦，你有人想要买你这鸡子园，所以我今仔日毋知专工来找你。鸡子无卖啦，我你个鸡子园好势好势，啊无欠人啥物钱，我是袂要创啥。我是想讲，恁后生保同啊，也无想要做这个粗重的工课，呀，你家己嘛毋免遮尔忝。你这鸡子园哦，我会用较好的价钱来甲你买，啊，我现金哦，做一摆摊互你，啊，你将这钱放去浪费生利息，啊，日子就较好过啊。唔免，我迄个鸡子园，我干嘛家己来整理？当时老君看啥物水果，就是我就来种啥物水果，啊，我毋免安尼安尼甲讲，无定着我安尼较快活咧较久咧。当你这班是要安怎种果子、挽果子啦，莫阁戆啊啦！大姐安尼，有啊，那营这就无规矩啊。好势，歹势。莫讲遐济，我乱了讲，我迄个鸡子园是无卖啊。恁吃。好势是，假使若是为着价钱的问题吼，咱会用搁再好好啊参详，较济我就会甲你买。
这都毋是价钱的问题。你搁较悬价，我嘛袂卖啦。是讲真奇怪，啊，你若对我迄个鸡子园特别遐尔啊趣味，是毋是听到什么风声，准备要来炒地皮是？无啦，哪有啊？恁毋通掠说讲恁有钱人买做啥货就有啥货，哦。啊，即摆甲我买迄块地，以后转手安尼趁一个钱，趁真大条。恁这市内人甲阮这庄脚人拢当作是拍那就对了。哎，这位人讲话较真真的啊！何先生，拄则我就甲你讲过啊，我毋是要来炒地皮，人要买你这个鸡子园，伊是想要起新工厂。要是起这间工厂的目的，嘛是想要欢迎咱这个所在，互大家有头路通食，这嘛是算是好代志啊。讲到遮尔好听，啊，你毋着甲我当做三好的囡仔就对。当然啦，我庄脚人头脑无参像你遮尔好，你这市内人请一个市内一个军教，头脑真好。有时阵为着要达到目的，啥物代志恁都做会出来。何先生，人你讲买卖不成仁义在，那有代志咱慢慢来讲，何必着遮尔生气要创啥？但我甲你有啥物仁义伫咧？莫讲遐多啦，飞地水果园我是无卖啦。恁好走，走。好，有影，来。孙小燕，孙小燕，妈妈看这两家你休假，我陪你来好毋？唔免啦，我想讲要家己一个人出去行行的，我无希望你为着要陪我，搁去剪脚。无要紧啦，到阮工厂也无啥物特别的工课啊。好啦，我含你来啦，好毋？唔免啦，我想讲要家己一个人出去静静的，我要搁去宿舍寄物件。孙小燕，美玉啊，你啊应该较目头巧的。人孙总讲伊心情歹，你着莫甲伊勉强嘛，互伊出去冷静一下。啊，你紧去床头头去上班啦。美啊，美啊！哎，啊，搁踮遐乱乱说，啊，你是要上班啊无啊？我倒来伫房间关了，怎么小去啊啦？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！